所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俄乌战争停战协议到今也未有结果。今麦美国总统 Trump 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是伫咧互相对呛。Trump 表示讲，这美国的财务部长访问乌克兰的时阵，有伫遐讨论到稀土协议。泽伦斯基虽然伫咧困唔签协议，或者 Trump 是真不满。另外，美国的特使凯洛格见到泽伦斯基了后，本地是要召开联合记者会，说因为美国要求这个记者会临时来取消。俄乌停战协议也无进展，美国总统川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煞开始互相批评。川普阁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进前访问乌克兰是着真无礼貌对待。乌克兰方面表示，泽伦斯基打咧困，无法度见面。佮讲美国财长只是为着摕到签署的文件，嫌讲泽伦斯基最后嘛无签协议，互川普真不满。His frustration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is that you've heard is multifold. 泽伦斯基强调，美国提出爱乌克兰提供价值5000亿美金的稀土，配合美国过去3档的援助，严格协议内底无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所以拒绝签协议。泽伦斯基20日基辅，甲美国特使凯洛格见面，俄罗这是一场真有成效的会谈。严国原本双方要召开联合记者会，却因为美国要求最后取消。对川普批评泽伦斯基是独裁者，民调支持率只有4%了后，暂时管理川普政府后路部门的马斯克嘛在咧表示，乌克兰人看不起因的总统。严过乌克兰的研究机构离过民调所显示，泽伦斯基的支持率有悬有57%。And actually, the absolute majority says he is still a legitimate president, and the majority says we are against election right now. 因为川普甲俄国总统普京真侪个电话被弹了后，态度豆豆转变，和欧洲的盟友国家拢真看到美国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宏暗算起美国唔望说服川普对俄国的态度必须要强硬起来，那无法度阻止中国甲伊朗的野心。Et puis toi qui veux que l'Iran n'acquiert pas la bombe nucléaire, tu peux pas être faible avec quelqu'un qui est en train de l'aider à l'acquérir. Toi qui veux que la Chine ne vienne pas contester Taïwan et autres, comment expliquer que la Chine n'a pas le droit d'envahir Taïwan et que la Russie aurait le droit d'envahir l'Ukraine? C'est ça ce que je vais lui dire. 马克宏哥哥第2是去华盛顿甲川普会谈，确保欧洲国家伫俄乌停战谈判内底发挥关键的作用，嘛替乌克兰提供安全的保障。港视新闻台是董炳耀。